Hello，大家好，你哋最近點啊？我係阿 Max 喎，今日又同大家見面。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下點解越嚟越多外國人啊，尤其是中國大陸，都選擇嚟馬來西亞生活呢。喺個影片開始之前呢，記得大家嘅觀眾朋友幫手讚好、分享、留言，仲有訂閱我嘅 YouTube。我阿爸爸媽嚟睇我立片。大家好，我係俊豪，今日好開心同大家見面，傾下偈。嘿，大家好，我係阿俊豪啊，今日好開心同大家見面，同大家傾下偈，彼此了解多啲。之前條片講過，我作為一個廣州人嚟到吉隆坡之後，真係被大馬人嘅高素質徹底震撼咗。今日我有一個話題，好希望同大馬嘅觀眾朋友分享下，點大家睇下，又係呢啲無理取鬧中國人嘅行為。喺 AirAsia 機艙大吵大鬧，仲要夾硬要求人哋講中文。為什麼？你刪不刪？請拍我的項鏈，你看你有什麼權利拍我？他有什麼權利拍照？我走不了，那就讓他下去，不是我下去。Are you OK？你再來，繼續拍，姐，你繼續拍。全機的人都因為你走不了，姐。今天全飛機的人都是因為你走不了，你喜歡拍照。太喜歡拍照了，你太牛逼了，姐！你要買。中文行不行？講中文行不行？不行。為什麼？你是國際航班的，你連中文都不會，你還上什麼國際航班？你下課，你今天就直接下課，我可以指導你。為什麼？你叫公安？我不下，該他下。很好，你最帥，你最漂亮，必須的，滿帥了，真的。希望你們的問題當着所有的面說清楚，我做錯了。我們不要耽誤航班，我們下來，我們先讓他跟我說幾句話。今天晚上下來我們再協商，好吧？先不要耽誤這飛機人的時間，好嗎？好嗎？對，好吧。Long story。需要電子，他們後面有我需要一個視頻，你們發給我。有沒有一個朋友，你把手機上的視頻發給我？沒問題。揚長的。吵大鬧，仲要夾硬要求人哋講中文，真係丟晒架。其實國際航班講英文係常識，自己冇文化，唔講道理不特止，仲要大聲夾惡難為啲空中服務員，搞到全機人陪你一齊遲到。就係因為呢啲害群之馬，搞到海外人士對內地人嘅印象咁差，令到我哋呢啲海外中國人都覺得好羞恥。呢種行為簡直係野蠻又冇質素，真係不知所謂。我俊豪真心想向馬來西亞人道歉。其實唔係所有中國大陸人都係咁唔文明同粗魯，希望大家明白，呢啲只係個別例子。你哋又點睇？你覺得留喺一個城市最重要嘅係咩？留言話俾我知，我哋一齊傾。鍾意嘅話，俾個 like， 分享出去。大家好，我係俊豪同 Maxwell， 今日喺呢個 UPM 同大家見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黎俊豪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個我啱啱去完，覺得好震撼、好大開眼界嘅活動。喺大馬生活咗7個月，我以為自己已經好適應呢度嘅節奏，但尋日去到 UPM 博特拉大學參加嗰個杜嘅飯202699馬拉松，真係令我呢個廣州仔大開眼界。現場有超過1000人，帶住400幾隻狗狗，場面大到你唔信。如果你平時喺廣州或者國內生活，你可能會諗，咁多狗聚埋一齊，係咪會好嘈？
係咪會好亂？但事實完全相反。核心觀察，跨越族群的愛。最令我感動嘅第一點係包容。大家都知大馬係多元種族社會，以前我以為養狗可能只係一部分人嘅興趣，但尋日現場，我見到唔同種族嘅朋友都參與其中。有一啲巫裔同胞，雖然佢哋可能因為宗教習慣唔會去親手摸狗狗，但佢哋作為獸醫系嘅學生，作為義工，好專業咁喺度維持秩序，提供醫療支援。呢種大家互相尊重，為咗公益一齊努力嘅畫面，喺我鏡頭入面真係好靚。講到呢度，我要重點讚下大馬狗主嘅公德心。喺廣州，我哋有時都會擔心行街踩到黃金，但尋日400幾隻狗喺 UPM 草地跑，現場竟然乾淨到不得了。我特別留意到每個狗主身上一定有個執屎袋，一見到狗狗有生理需要，主人第一時間就會蹲低處理，完全唔使人提醒。呢種 civil-minded 公民意識真係做得好到位。現場 Dicky, do you know you're so naughty? Okay. 我俊豪戒咗煙之後，我成個人都唔同晒，真係精神爽咗好多。俾個 like 我哋一齊將呢份愛心傳出去。同意定唔同意呢？請喺個留言區嗰度分享下你嘅意見啦，多謝晒。今日嘅影片就到此為止啦，我哋喺下一個影片再見面啦，記得訂閱、點讚、分享下我小弟阿偉傑嘅頻道啦，多謝晒。